托马多嘅品種改多，水果品內嘅紫麥香係為10年來新開發嘅品種，認證果肉各盤各質，口感好，就蠻受歡迎。更加係使得講變做美濃寒甜利作嘅代名詞。美濃嘅紫麥香產季係對12月的到下一年4、5月的更加多係太出嘅時節，越來越多強壯型嘅農民為操到本代替環境允許，開始種無土嘅紫麥香。宋真祥同一群農民都只能一隻班，田間管理全場堅持無土種業，還想係老一輩農民加入。最近亦能通過 SGS 嘅認證，是美濃第一隻 SGS 無土紫麥香產銷班。而呢個想法係乜嘅，又係用嚟做嘅，向下來看下先。咖喱麥對綠色漸漸地變做金黃色過後，最講農民辛苦一季，準備要開始收成咧。一桶又一桶咖喱麥又淡又甜，宋真祥種嘅7分天，佢對今年稀釋堅持冇用化學品，全場只用無土嘅材料。之前都是用傳統農事啊。因為那種農藥用料安全管理，我認為還要加強的。今年，所以今年就全部用我哋公司做我哋無毒嘅。尤其無土係天初行嘅路，咩台灣農業未來希望，唔過應該樣做咯。尤其對路邊農民來講，唔少藥嘅看唔到效果。拖隻高場，兩台之間沒有共樣意見。宋真祥阿爸宋遠旺係美濃嘅老煙農，後生時節還得到過傑出農民獎。睇下嘛對後生人做法冇乜嘅心，一直到種到有成果出來長隻樹，也行不同佢聽數。農擺1、2年前啦，都用農藥啦，也個用到那是都未結果對樹身啊沒幾好啦。見啦也個那個托馬多那個用到嘅有機嘅有那個無土嘅農藥，結果也個那個樹身幾好，使得那個口感比以前嘅化學比那個化學比啊好好，口感冇相同，個甜。一擺早期種用咗6個半年，其中有2個就老人家啦。而係個人仲係那種用無土嘅方式嚟種，品質方面同產量方面也唔係講佢少，漸漸咪就有人嚟問啦，能半日一樣嚟加入。美濃桃園嘅生意冇落過後，農民也寒田返工和嗰條過後，主要係種咖喱麥。做無土唔單止為到市場嘅分配，還開為到物價人嘅空間。無毒嘅來種，不管係本身沙藥嘅也好，下把毒我哋係一紮嘅食嘛，佢方便啦。其實我哋無土嘅口感甜度唔可以輸咧，包括我自家今年也可以食托馬多，研究嚟田講嘛，自家紮嘅食，但冇出，也冇食研究飲食，我做睇人仔，你講好㗎，唔怕，能食食飲食。反正係冇啥農藥咩？頭擺有些化學皮，全場做水魚，帶最嘅咩？無土嘅落皮做普通嘅生就做得咧。宋真祥尋到一隻支持佢嘅農業材料行，配合嘅營養，內容咪漸漸嘅轉好嘅。做一個安尼無土嘅特別有機嘅推廣幾年嘅，不過一出冇人配合，我哋推廣嘅過程幾年來攏過辛苦，好多人攏拿出去都推完嘅，也啥都冇好。因為沒有全程啦，所以大家都做一半。一般來講，既然配有農藥嘅氣候殘留量 ，SGS 食品檢驗唔單止有318項按度，還聽咗全部人檢出。難度還較高，不過一般的消費者對農產品的外表當然看得出來。韓國買無土嘅材料，等於係老幾1、2年來買嘅化學皮有衝突，冇理想，當然堅持下去。
係本身都農業資材吼，啊，變講啊，也跟係買東西攏有衝突，啊，推廣也個係變成日過唔好，啊，冇買也個又講講啊，我哋食安多農藥係啊吼，真是啦吼，對我哋身體真是唔好啊，尤其我爸爸廿多年來攏出到肝病。陳明陽同美濃開一間種茶店，為到受到抗旱，屋下咩都好有田，今日幾天減定落做農民，種無土嘅토마토種茶是儂古天的是技術性的啦，按天球色的話就咪啦，嗰度色安尼。買因為我來做田色吼，伊講伊種茶種了多年吼，接觸安尼化學品多啊，還想有年紀嘞。慢慢的就較無愛從啲安尼化學品嘅東西安尼。啊，像去年種咗韓國度，營業粉絲啦，嗰度蟲嘅嗰度韓國度啦。啊，今年嘅營業嗰度我冇看到安尼，但是安尼野果也我冇看到有誒，紅野果吼，啊個安尼怪嗰度下擺我冇得冇錢，我跳下出嚟，我嚇一跳吼，啊個環境吼都改變改多誒安尼啦。種菜種嘅幾廿年，劉熱英今年要假日送真上一班。佢發現田丘地度開始有蟲嘅，有生機，佢也都對無土嘅耕種看到嘅土地嘅希望。做安尼時候，秘密都田丘里，我喺朋友做嘅話吼，我秘密我哋自家啲接受啊，所以對我哋也唔好。對我哋朋友做嘅，對我哋咧，咁作為人啊，印象最睇下像我用無土嘅話，我隨時就田丘里做事攏唔怕，啊我細人嚟下課嘅，我問細人嚟聽書。伊個事咧就直接摘個事就唔怕。一個人佇一生人地輩，一天要左右一些本質嘅溝通嘅東西。嚇啊！我講我行一條路做一個，雖然講啊，跟我利益衝突係成績來講我過唔好一些。咁我係講啊，對大家來講，哎呀，對農民來講，對我哋民農業喺天內來講，攏係好嘅。一刻耕種唔但請為到落實，行卡為到好好過日咧。近來見到農民開始做耕種，千難咩千簡單嘅道理，土地好，作物做得好，人苗好。